家第二場差唔多準備好咯，咁兩邊選手嘅話都檢查完裝備啦，開始進場啦。好，咁我哋準備睇第二場嘅比賽咯。選手預備，開始。啱啱打中嘅係區過，所以3分。好，咁我哋咧其實睇大槍比賽咧，我哋最主要睇嘅係個槍尖到底擊中對方嘅邊個部位。咁我哋可以睇下雙方嘅槍尖到底打中咩部位咧。咁當對方吉過嚟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我哋唔會揀到佢擊㗎嘛。咁我哋透過槍去咗一個盤檔。咁啊啱啱又打中區過。預備。好，咁啊跟住落嚟啦。咁當對方吉過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做啲咩咧？咁其實我哋嘅槍桿係好長嘅，我哋咧透過咗一個螺旋嘅運動咧，就可以將對方連消帶打啦，就撥開對方嘅手心先嘅位。而家選手個頭盔開始掃到尾，我哋而家即刻同佢執先。正如頭先所講啦，咁我哋嘅大槍競技比賽咧，咁最早嘅話就係1987年喺台灣開始搞，但係嗰陣時搞咗一次示範嘅比賽啦，咁就之後就暫停咗，就冇再落去。主要原因咧嗰陣時係用緊一個電單車嘅頭盔做護具，但係你知道電單車頭盔咧好鬆啊嘛，咁咧就發現到用唔到嘅，即係真係比賽嘅話咧跟唔到，所以就停咗多成10幾年。2000年咧，加拿大嗰邊嘅桃園咧發現有一個新款嘅頭盔，呢個頭盔應該冇咁啦。之後咧就開始真係長期可以搞比賽啦。所以解決咗護具問題咧，比賽就可以落實。呢下好，雙殺。雙方都係打中3分部位，所以係雙殺嚟嘅。預備，開始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睇下。咁雙方嘅槍喺一個盤旋嘅過程中，係睇下邊個開到對方個頭啦。一開到嘅話，一插入去係咪就會中一入嚟喎？呢個由雙方打中區過啦。紅方先中南方區過啦，紅方得3分，預備。你見到頭先一齊着燈㗎，頭先我講點解係紅方有分，藍方冇分嘅？有時候咧就要睇先中後中。有幾種可能性雙殺情況底下嘅話，都有得分嘅。第一種嘅話咧，就要其中一邊先打中對方，就緊先俾一邊先着啦，咁就會有先中嘅得分啦。咁另一種嘅話咧，就係換槍，換槍代表咩啊？一個係打中區腳，一種打中手，打中手得1分，打中區腳3分，咁就會3分嘅得分，1分就冇分㗎啦。咁呢兩個都係雙殺嘅情況底下，會其中一方得分嘅情況。所以有時候我哋都好多唔同嘅變數喺個比賽裏面。所以唔一定咧篤中就得，你都要好重要個防守啊！能夠30秒方個防禦嘅話，再得分嘅話咧，咁同嗰個分勢係差唔多嘅。南方先中紅方區過。好嘅，咁啊，南方得3分，我選手預備，開始。我諗應該呢一場都已經接近尾聲啦大家鬥到難分難解啊！睇下邊個最後可以攞埋最後分數啊！紅方先中南方首號，紅方得1分。好，選手預備，開始。10秒。好，仲有10秒。10秒啊！繼續。好，雙方互擊，雙殺中區過，互得3分。但係時間已經到啦。好，夠鐘，拿槍。好，咁我哋第2場點都對有機會贏啦。好，有請你。